新歌咧就叫做跌在地上的怪獸。今次呢首歌其實就係講一個折翼墮落天使嘅故事啦，跌到落一個人間，因為佢同大家係有少少唔同，咁就俾人覺得佢係一個異類咯。呢首歌其實係好想鼓勵，就算大家覺得自己係一個幾咁同其他人唔同嘅人都好啦，都要相信自己咯。就算跌低咗，你都可以起飛㗎。咁今次呢個 MV 咧就去咗一個我一直以嚟都好想去嘅國家，就係冰島啦。由細到大都好想去一個冰川度睇啲雪景啊，而一直知道冰島係一個好靚嘅地方啦。咁所以呢首歌特登就揀咗喺冰島度去拍攝嘅。咁今次咧我就去咗冰島好多個唔同嘅靚自然景度拍攝啦。咁包括就有冰湖啦，好靚嘅山洞啦，同埋有啲好靚嘅馬路咯。再加埋航拍嗰個效果咧，其實就會覺得哇，個世界其實係可以去到好大咯。其實我自己覺得係好似人生嘅 checklist 就已經去做咗咁樣咯。咁今次拍攝呢個 MV， 我覺得有好多地方都好難忘嘅，即係例如可能我第一次去冰島啦，跟住原來嗰個地方係非常之大風嘅，即係如果你企喺一個戶外嘅環境度咧，吹佢一陣咧，咁你就已經開始會有少少頭痛啦。咁我分開咗2日拍攝啦，第一日就其實係-15度嘅。我個 MV 嘅造型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單薄啦，着咗2件 heattech，跟住之後1件冷衫咁樣。再加埋我係冇着鞋，我係赤腳嘅，因為我係演繹一個折翼天使啊嘛。咁天使我就覺得好似着鞋咧就唔係好夾個造型咯。咁所以喺造型上面咧，為求靚咧就要捱凍啦。咁除咗其實佢凍之外咧，其實冰島都係一個好曬嘅紫外線非常之勁嘅國家咯。咁要喺日頭嘅時候曬嘅時候咧，咁就要擘大對眼去做戲啦。然之後夜晚黑咧，佢因為個溫差好大咧，你就要去適應個溫差嘅變化咁。同埋今次嘅拍攝非常之開心啊，因為我一直以嚟想去冰島度睇北極光。拍攝 MV 嘅嗰段時間咧，我哋係19年嚟爆發極光得最勁嘅一段日子咯。咁所以我哋好幸運啦，大家都睇到個北極光。所以今次嘅冰島 MV 遊咧，咁就非常之順利啦。